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耶和华是为我们行大事的神，让我们一同站立，开口来赞美，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要扬声，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在诗篇56篇10到13节这样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要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来赞美神，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因为他是施恩怜悯的主，因为他是赐人平安的主，因为他是拯救性命的主，因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神。主，感谢赞美你，你掌管天地万有，你赐下你的平安，你拯救人的性命，你为人征战。主，你应许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我们宣告你在这世上能够掌管万有，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平安。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有，你是掌管万有，你是使无变有，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你怜悯我们，你为人征战，主，你也赐下你的怜悯，你的平安，你的供应，让我们经历你是那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靠耶稣的名，阿们。主，我们感谢你是在万事中掌权的神，主，你是在万有中创造的神，主，你是不断的更新我们生命的神。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主你的名，赞美主你是掌权的神，赞美主你是创造的神，赞美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为此要更多的来赞美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
们一个神就能再次我们要歌颂，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再次来宣告，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还愿我们将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主啊，我们依靠你就能施展大能。但是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来敞开我们自己，让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对我们的心意。主要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敬拜当中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在士师记7章7到9节这样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你是亲自拣选，你拣选我们站立在你的殿中，
与主你来同工，与主你来敬拜。主啊，你也亲自的带领我们来征战，主啊，你也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在士师记6章1节又这样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主啊，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为我们不敬畏主，我们去敬拜别的偶像，为我们不依靠主，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向主来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向神来认罪悔改，让求神带领我们在这当中，真的是来寻求他的心意，让我们的在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上面都来寻求神的心意，都来跟随主的心意。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要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你拣选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也能够让我们因着你的宝血被洁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为我们征战，在十字架牺牲流出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付上代价，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脱离罪恶的捆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征战，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牺牲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因着你的爱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因着你的爱使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即使是在软弱在罪中，依然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刚强站立起来。这是您的恩典，让我们在沉浸在罪恶的当中，你不离弃我们，你依然垂听我们的呼求。求你的宝血来洁净赦免我们自高自大，赦免我们骄傲，赦免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偶像，可能职场成为我们的偶像，可能我们的兴趣喜好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这些的喜好代替了主。主，求你来赦免怜悯我们，把你当作首位来敬畏你，因为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应许说你必赐福。谢谢主耶稣，你亲自拣选历世历代的这些领袖，今天你也拣选我们成为要向这世代来传福音的领袖。主啊，使用我们对这世代来说话，因为你的怜悯，所以我们才能够被神你来使用，被主你来使用。我们献上感恩，也祈求你借着你透过基甸来拣选那些警醒甜水的人，使用我们，也使用我们在这世代警醒守望祷告，为了要赢得这些世上的灵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让我们透过祷告再次聚焦在你的心意。透过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回转向你。主，我们就好像基甸一出场的时候所说的话一样，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何以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但我们却不知道是我们自己过去现在得罪了你，以致我们招致自己的患难。但主，你却没有让我们停在这患难当中，没有将我们的眼目行动留在此地，而是主，你持续带领我们向前走。你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兴起基甸，主，你也如何兴起你的儿女。即使在罪恶的环境中，你依然在拣选那为你分别为圣的人。主啊，你依然在使用那愿意献上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的人。主，你让我们的心为你来火热。主，你让我们的心为主，真的是感觉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你，我们需要你的带领，需要你的提醒，需要你的牵引。主，谢谢你
带领基甸，主你也让他在这么多跟随他人当中，主你亲自拣选，分别为圣，就好像主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减去那我们自己生命根本不需要的，可能是我们心里的偶像，可能是我们心里的喜好，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软弱。主啊，你为我们减去这一切，让我们单单来侍奉你，让我们在繁忙、在令人分心这么多的杂讯当中，我们能够聚焦定睛在主你的面前。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悔改向你的时候，更是要来赞美你。因着我们悔改到你的面前，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大有能力、大有盼望的。因为主，你亲自为我们征战，你亲自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在这个黑暗看似没有盼望，看见这些战乱人性的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告诉我们，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的心单单来寻求你，让我们的心被主来火热。主啊，为主来焚烧。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转向你，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使我们有路可走。主，你使我们有正路可行。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是的，主啊，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来讨你的喜悦，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来跟随你的脚步，而且我们就要跟随到底。主啊，我们这时候向你来献上我们自己全人全心的敬拜，求主你更多的与我们同在，再一次的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领受从主你来的话语。阿们。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使我从心得力，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益，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是的，主啊，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你，
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手来宣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我们再一次坚定地来宣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弟兄姐妹，再一次向我们的主说：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软弱，你并不离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在我们旁边陪伴；在我们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指引我们的方向；在我们惊恐害怕的时候，你说愿你们平安。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即使是有风浪，即使是要面对劳苦重担，但是主，你依然给我们应许，来，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要使你们得平安。谢谢主，
不管是在场或是在线上，我们一起祷告，来经历你的平安，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供应，经历你的赐福。因为天父上帝，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属天的能力、属天的供应。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特别是在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今天有更多的这些的本土的确诊，好像281还是83号，忘了83号。那我们看到那个数字增加，那我们心就会更担忧，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哦。今天我看我儿子的那个部队哦，我们有家长的群组哦，因为嘉义有2例嘛，刚好是他们那个部队哦。但是主感谢主了哦，那个辅导长就那个是隔壁连的，不是他们兵器连哦，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放下这些的担忧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在整个大环境当中，突然就这样的升温哦。那我们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即使是在恐惧害怕当中，上帝怎么样来兼顾基甸的信心？这样大环境所带来的恐惧。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宣告，一起来读。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迦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这是米甸人他们成为这样的欺压的工具。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心情，看到整个环境，看到哇，这个本土的本土的疫情哦，有较升悬升温啊，所以我们心里面那个心来得安怎开始担忧惊吓。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困境当中哦，神兴起士师，特别是拣选基甸。我们看后续，他没有信心，上帝用羽毛用羊毛那羊毛的那个神迹一次再一次，神没有生气神就是要拣选他，使他能够兼顾他的信心。神也透过这样的大环境，也在提醒我们，神同在，要兼顾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特别第一个，我们为着这个国家，还有好多拜偶像的这些的百姓来认罪悔改，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上帝。我想这个是让我们面对愁苦加增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我们也为着本土的疫情这几天特别是今天是今年以来最多的数字我们恳求上帝特别是新北过来台北那基隆然后我们桃园也10几例好像17例，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这个不管是要与病毒共存，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求上帝来怜悯这块土地。特别我们也恳求神赐下他的平安。我们知道乌克兰他的平民受到屠杀，
我们恳求神怜悯哦，捆绑普丁灵里面那个恶者，捆绑这些黑暗的权势，就是要使人这个性命被抢夺、被毁坏。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差遣他空中的使者来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这些的黑暗的使者。我们恳求神让执政掌权的有智慧，在面对不管是疫情、未来我们的水、我们的电，或是面对两岸的局势，我们恳求神来帮助，特别在面对这个统促党内政部怎么样去做一些的适当的修法不让这第5纵队来破坏我们国内的和平。我们恳求神兴起更多的这些的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守望祷告，为在上掌权、执政掌权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恳求神差遣那使者在台湾的上空来对付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在灵界的、在空中的，有神你的使者，也有这些撒旦的使者，正在征战着。主啊，我们奉你名来捆绑一切黑暗权势的这些的使者，离开台湾的上空。主，我们奉你名捆绑这些的病毒，离开。主啊，只有你能，我们奉你名来命令这些的黑暗的权势、病毒离开台湾的本土。奉你的名，求你施恩赐福，在全球因着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的恐惧，主啊，求你怜悯，因为这个战争影响到民生、经济这些物资、这些的粮食。主，我们奉你名，求你施恩赐福，让我们在上掌权者知道如何因应两岸的局势，知道如何掌握这些国际的局势，知道如何在这当中能够来因应、来面对。愿你来掌权，愿你来赐福，兴起更多的你的子民起来守望、来祷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使我们得以来与主你亲近。是的，主啊，但是在这个时代，主啊，我们要为了我们台湾的百姓来向你认罪悔改。是的，主啊，我们时常依靠自己胜过依靠主你。主啊，我们时常爱世界胜过爱你。是的，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时常敬拜偶像，以至于无法与主你更加亲近。是的，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以祷告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就要与我们连结。主啊，我们就要更多的靠主你来向主你呼求，来向主你祷告，来向主你支取力量。主啊，为了我们本土的疫情，我们来向你祷告。主，我们看到最近本土疫情更加的升温。主啊，求主你来看顾我们全台湾，求你看顾新北市，看顾基隆市，看顾桃园市以及整个台湾。主你的权势要胜过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主你来掌权在这个土地上。是的，主，让我们的所有的疫情能够可以得到控制。主你的平安来看顾我们台湾的百姓。是的，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医疗人员能够有充足的智慧，主啊，让这些医疗人员能够战胜这些疫情，所以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为了乌克兰的战争来向主你祷告。主啊，求主你赐下恩惠、慈爱、怜悯在这个地方。主啊，乌克兰的百姓虽然经历战争，但是让他们的心中仍然有平安。主你的平安仍然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心中。主啊，他们虽然经历战火，主要靠主你得胜。主要让他们要坚定的心来面对前面的挑战。
主你来帮助战争很快的在这个地方来平息，主你赐下平安，赐下和平在这个土地当中，也来看顾乌克兰的百姓。主啊，为了我们的国家的掌权者来祷告，求主你赐下智慧，赐下能力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知道如何来带领台湾走向未来的道路。主，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也要帮助我们，然后兴起更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当中来一起同心向主你呼求，让祷告的声音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兄弟姐妹，咱继续为着这集体咱的教会来祈祷。我们一起用士师记第6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把米甸交在你手中。”我们要为了弟兄姐妹，为了他的教会来祷告。上帝讲：“我要甲恁三甲同在。”是正值他们面对上面，面对真的无助，然后敌人带着帐篷驻扎，看到你有要收成了就抢夺。黑暗的权势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赐下圣灵。我们第一样我们先为这样来祷告，好不好？咱先为着咱有领受圣神的充满来祈祷让我们有灵命更新，来为主而活因为圣灵来更新我们心意，我们才能够把主居首位。愿神来运行，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线上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第一个我们先专注。第一个为这个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愿圣灵来充满在我们当中，叫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被更新。弟兄姐妹，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主，你应许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应许圣灵要渴慕，让我们渴慕神你的话。主，你应许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劝慰者，我们的指引者，来帮助我们。主啊，赐了你的圣神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你的百姓的中间。主啊，让你的百姓大大得到你的圣神的充满，圣神的恩膏充满，圣灵的恩膏大大充满在你的子民的身上。主啊，充满在迦南教会，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渴慕你的圣灵，渴慕你圣灵同在，渴慕你圣灵所带来的大大的更新我们生命，好叫我们更像你，好叫我们更寻求你，更渴慕你的话，能够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继续来为着教会在新增的周日第3场的华语礼拜那这个礼拜也有2位大概30几岁的年轻人姐弟来，然后父母告诉我说，牧师他们要受洗可不可以？我就问这对姐弟听说你们要受洗对不对？他们问我可不可以，我说问你们可不可以他们说 OK 没有问题，是他们自己愿意感谢主透过这样他们可以听得比较懂了父母喜欢听台语，但是他们听台语会比较累。感谢主也透过这样来成全他们那这次他们就礼拜天写了受洗报名表感谢主，为了最近有大概3、4位了都是年轻人从10几岁的、20几岁的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来祷告，特别透过这一些每一场的礼拜，神来感动他们的心，
我们也最近要开始教会的49号，还有33号的新堂的装修工程。未来这个订约，还有就是开始要预备，然后这个大楼4月11号还是就要开始来做装修。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有好的硬体，但是也需要有软体被建造。所以读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对付你的口袋漏掉了，你的在生命当中破碎了。上帝的话要坚固你。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发现没？当你在失落的时候，上帝的话就能够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坚固你的信心，让你更有信心去破除这一些的障碍，突破这一些的困境哦。求神的灵、神的道、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更多主恩的滋味。礼拜天讲到，我有提到说，年轻人青年牧区的，他没有写他的名字，他写主之名啊。他过去不懂得11，只听过，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最近他这样做。他想说试试看，经历看看，结果他自己写说什么？哇，有余啦，不是都不足，得胜有余。所以这是年轻人，他们自己去经历了。每一次如果面谈，我一定要跟他们谈奉献，谈11，这是蒙福的管道。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经历？要经历，我们就一起来经历。你要经历更多，你就尝试更多。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话语，真的带有加倍的赐福。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的门徒的训练，就是要开启我们对神的热情，帮助我们兴起更多这些年轻人，好像少年人因卡波，所有弟兄姐妹，5月要报名的大部分这几个都是年轻人。感谢主，神正要挑起这一些年轻人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热情。我们这些年长成人的也不要落人后，好吗？我们一起来经历在信仰的火热，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特别这些年轻人，他们在选择这些的学校可能不如他们的期待。7月还有一次哦，我们恳求神帮助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不是他们要神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来坚固，求主来坚固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坚固你我的信心哦。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什么？爱神的得益处啦。哇，恳求神可能透过这一些的劳苦重担，这些的病痛，就是要告诉我们更加紧紧的抓住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来为这些弟兄姐妹，为你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让神兴起这个世代，兴起年轻的世代，成为这教会，成为这社区城市的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求你伸赐福，透过每一场的礼拜，不管是台语礼拜，是华语礼拜，是周六礼拜，是儿童亲子礼拜，主啊，你要使用这些的礼拜，让人遇见你，让人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圣灵的充满。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迦南教会得地为业。主啊，让我们在更新这一些的装备的时候，更新这一些的环境的时候，就是要让人遇见你，不管是软体、硬体，为了就是人的需要，人与你来相遇，为了就是让我们借着读上帝的话，让我们借着祷告经历神，让我们借着一起来经历神你的主恩典。主啊，我们透过这些门训的装备，就是要让人更知道如何依靠神，能够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能够得着灵魂的这些的得救。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
特别让年轻人，这世代年轻人，你兴起这世代的年轻人，主要从儿童你要被兴起，主要年轻人要被兴起，成人要被兴起，来建造你的教会。主，你的圣灵就大大的恩膏充满在每位弟兄姐妹。软弱的能够靠主要得刚强，软弱的要能够经历到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扶持。主啊，我们奉你名一起来宣告。厝边疼痛的主，今仔日阮要为阮每一个兄弟恳求你，会当领受你的圣灵的充满，甲灵命的更新。为主你来做工，人人会当做基督的精兵，为着找找福音来热心。也要为新增加礼拜日第3场的华语的礼拜，互兄弟会当更加亲近主你的距离。也请主你保守教会49号甲33号装修的工程会当顺遂。望阮每一个兄弟会当来读神你的话，供求神你的灵，会当行神你的道路，来享受你的爱。伫阮失意的时阵，会当来经历你主的救恩，也恳求迦南门徒列车的启动会当顺遂，会当兴起咱李孝清，会当眺望因信仰的热情，还因会当成做助你合用的器皿，用神乐人。也求主你保守，这换头路的兄弟，甲学册了，这选志愿的这青年，会当让因明白主你的旨意，会当全力以赴。也求主你坚固初信主的这兄弟，甲主内这兄弟有稳定的智慧，甲祈祷灵修的生活。这时，阮嘛要要求心生离受苦的肢体，恳求主你来怜悯、医治、安慰、甲恢复。这兄弟有宗贤师长、甲月主、甲苏义姊妹、甲林玉明、甲杨林阿条姊妹，求主你伫个兄弟带医开刀疗伤恢复的时阵，会当甲因得地。阮将这一切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看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兄弟姊妹，我要邀请咱作为起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应许在我们当中要成就。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宣告说：来，上主你们的上帝会在他要赐给你们的土地上赐福给你们。如果你们听从他，谨慎遵行我今天给你们的一切命令，你们中间就不会有穷人。感谢主，来。上主的天使在那里向他显现，对他说：“勇敢的战士啊，上主与你同在。”那夜，耶和华对基甸说：“起来，下去攻营，因我已把他交在你手中。”感谢主，神已经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说什么？我们谨慎遵行他的话，就什么？没有贫穷人了，就是我们要成为富足的，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是富足的，不加上忧虑。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行大事、行奇事。来。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许了大事，他铺上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许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阿们。
话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再来，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主，我们要依靠你，你的大能大力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你子民的身上，充满在你的教会，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谢谢主，我们要再次来向你欢呼，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平安、你的供应、你的喜乐、你的医治就降临在你的子民身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请坐。